着阿佛呢個係唔出奇嘅一個事件啦，因為呢個係自備龍舟嘅。第一線就係 TVB 海富體育體育會，第二線就荃灣葵青漁民會，第三線就華美村口同新龍，第四線就柴灣嘅龍舟會，第一線就 TVB 海富體育龍舟會，第四線就B 組最後換站，第一線就東華三院 A 隊，第二線就荃灣葵青漁民會，第三線就勝利之友體育會，第四線就香港專教院黃恩敬揚州隊。